4月12日，陪你讀新約，路加福音9章49節至10章12節。不敵擋你們，就是幫助你們。約翰說：夫子，我們看見一個人奉你的名趕鬼，我們就禁止他，因為他不與我們一同跟從你。耶穌說：不要禁止他，因為不敵擋你們的，就是幫助你們的。不接待主的村莊。耶穌被接上升的日子將到，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，便打發使者在他前頭走。他們到了撒瑪利亞的一個村莊，要為他預備。那裡的人不接待他，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。他們的門徒雅各、約翰看見了，就說：主啊，你要我們吩咐火從天上降下來，消滅他們，像以利亞所做的嗎？耶穌轉身責備兩個門徒說：你們的心如何？你們並不知道。人子來不是要滅人的性命，是要救人的性命。說着，就往別的村莊去了。要跟從耶穌的人。他們走路的時候，有一人對耶穌說：你無論往哪裡去，我要跟從你。耶穌說：狐狸有洞，天空有飛鳥有窩，只要人子沒有枕頭的地方。又對一個人說：跟從我來。那人說：主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親。耶穌說：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，你只管去傳揚神國的道。又有一人說：主，我要跟從你，但容我先去辭別我家裡的人。耶穌說：手扶着犁向後看的，不配進神的國。主差遣70人。這事以後，主又設立70個人，差遣他們兩個兩個地在他前面，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，就對他們說：要收的莊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，把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。你們去吧，我差你們出去，如同羔羊進入狼群。不要帶錢囊，不要帶口袋，不要帶鞋，在路上也不要問人的安。無論進哪一家，先要說：願這一家平安。那裡若有當得平安的人，你們所求的平安就必臨到那家，不然就歸於你們了。你們要住在那家，吃喝他們所供給的，因為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。不要從這家搬到那家。無論進哪一城，人若接待你們，給你們擺上什麼，你們就吃什麼。要醫治那城裡的病人，對他們說：神的國臨近你們了。無論進哪一城，人若不接待你們，你們就到街上去，說：就是你們城裡的塵土黏在我們的腳上，我們也當着你們擦去。雖然如此，你們該知道神的國臨近了。
我告訴你們，當審判的日子，所多瑪所受的，比那城還容易受呢。